上面我打仗嘅吓，天空公安尼比起比咗。阿婆，你以前嘅人都經歷過戰爭嘛？這些談到我打仗，跟住安尼日本鬼啊，回到個吉陽啊，吉陽有股東嘅啊，東岸高啊，就看得袂上安發到，挨就家人睇炮起唔得咯，天寒話就家人嘅水機啊，安尼水草啊，去腳踏水草打水嘅水草啊，就看到安多啊，如果看到安多睇炮間，就起唔得，每人起唔得咯，安尼有股東嘅，到我陣時就估咗每人唔能打到仗，安尼每人就唔能輸到有馬上開嘅，其他地方打仗，我也打仗啊，我每人就唔同話你每人幾天估咗今日也話每人保天嘅真嘅，天然來唔得嘅話咧，韓式7百40秒嘅是兩個吼，數分多飛機哦，那比到兩講哦，有冇？讓做那個碰球都以前係自己要面都比較。看到安多飛機，我咪講係因為打仗啊。咁唔上面我打仗嘅嚇，橫上面一接白嘅，就唔知啲乜嘅天空公安尼抄書抄盡嘅冇比起比盡。你覺得安尼打仗啊好啊唔好？我上去明嘅嚇，個見嚟講嘅啫唔好，其實我哋打仗上係爭地方嘅話嘅嚇以前，嗱依個河北嘅呀，往時就有錢人做就冇數分量，今年慢慢上做啊，我找唔盡形容吧，點講啊？參加呢個你國民黨嘅啊，同佢豐富少啊，阿爸嘅路啊，阿婆雙腿啊，都變較少嘅喎，少嘅今天見到嘅橫木爭到嚟hết喎，就話阿爸嘅就會創嘅共產黨吧哩，咩嚟阿爸嗰個啊，人哋26萬嘅喎，萬嘅後嚟地方一發咗，少啊係冇變。今年62年要將做到成，要將做下輩學堂下學嘅，咪實際上嘅呀，做乜嘅可以打啊？你做你嗰隻國家，佢做佢嗰隻國家，冇去同到幾齊，同家今年用分開家用，佢做佢嗰啲做，我做我要做，有幾聲咧，有乜相關咧？冇去爭嘅，冇去爭啊，咪就好了。邊裏面就兩樣相關，實際爭到發啲意見也唔錯。黑意見也唔錯，就我睇個爭啊咧很奇怪，國家就爭地方發太，安發嘅地方係爭到嚟，像今日話佢打仗，佢也車上爭偏呢笪地方啊，嗰隻地方係爭緊嚟，即係個養到3隻4隻嚟一樣，人哋愛搬家咪個強條橫停啦㗎，愛見木有愛愛，愛見木有愛愛，唔能拿到就叫人叫幹，形式就一樣。記得你會打中國來冇啊？打唔到中國。中國嗰啲回面通過我也難食又係，中國功夫我也唔同其他人打嘅，我哋中國就很生過平安過好，過嚟就中國就講正義，唔講打仗講正義，中國人個開化，個有文化樣吧，總之愛來也來唔得，係愛打就也打得幾樣啫。係因為見中國一來一強大。係啊，見下到嗰個飛機睇炮都睇爆喎，以前嚟到遠喎。飛機睇炮都冇嘅喎，啲國家長睇叫國家好，將睇家好啊，同家當家嘅一樣，當家人有錢自然啊個好啊，個有蝕嚟啊，樣樣嘅道理，冇國家人都橫掂一橫掂嚟講，希望世界和平，唔好有戰爭，就最好。打仗老百姓受苦受難咯，冇嘢玩咯，也不是都唔掂樣玩，睡冇怕睡唔到嘅呀。打仗嘅話，當時都即係老百姓受苦受難。打冇事啊！老百姓話我，就是那位貴嘅老闆是話這樣的，去上山上野菜是咪這樣的個呀？冇事要過唔得話為我事話，要為救命。那沙飛機後來係和平嘅嘛，嗰啲都冇，有食有料，有牙沙打的。見到和平嘅姿態嚟，我冇乜事情哦。中國見你話雲天嘅嘢，唔會咁問你哦。嘛嗰啲打唔到係沒人。啲考唔到係沒人就知睇嘅，我真是見呢下嘅成法。以前嘅人言噃，往時人嘅黨員投訴啊，見下見投訴人都唔到，大家都多就有事咯。見裏面嚟人哋嗌到鬼大一樣，出中國就好了，中國就和平。結果嚟爭兩係中國也爭兩唔到，嚟出下中國也一樣嘅。我按好事出下中國嚟唔就有受苦受難嘅地方，唔能就話配合嘅。